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1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民数记36章第1节到13节，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和睦相处。三峡教会是创立在1876年，后来发展了，因为人数增多，教会的前辈们就开始密地来建堂。在1900年的时候呢，在现今的民权街150号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座小小的礼拜堂。当时候的建筑师傅当然都是非基督徒，100多年前嘛，虽然为了生活，他们为教会盖了一座敬拜红毛上帝的礼拜堂，但是在心里面他们是不甘心的。因此呢，他们就在房子落成之前呢，在教会的横梁上面放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墓碑。想当然尔，这就是为了要咒诅住在里面的人。谁住在这里面？这些被咒诅的人其实都是教会的牧者或是传道人。结局呢，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在上帝的保守底下，三峡教会从1900年到1952年这一段历史当中，曾经牧会的传道人都没事。我们用一个开玩笑的词语来形容这个情形，这都是因为呢，传道人跟上帝有和睦相处。这个和睦也可以换成那个墓碑的墓啦，当然这是取谐音。他们跟上帝和睦相处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跟上帝和平的相处。以色列12个支族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上帝赏赐了他们土地，他们也依照约书亚的分配得到了应得的土地。他们要学习和睦相处，甚至连与其他支族的结婚是否损失土地都有规范。这是摩西的规范，在民数记36章第1节到13节，经文这样说道：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孙，就是马吉的儿子，基列宗族的家长们，去见摩西和其他的领袖，说：上主曾命令你们用抽签的方式把土地分给以色列人，也命令你们把我们亲属西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了他的儿女们。可是如果他们嫁给别支族的人，他们的产业就要属于那支族的了。这样我们抽签所得到的土地就会减少。到了禧年，所有卖出去的产业都要归还给原有的主人。西罗非哈女儿的产业就永远属于他们丈夫的那支族，而我们的支族反而永远失去了那份产业。于是摩西把上主的命令转告以色列人，他说：马拿西支族的人所说的话是对的，所以上主吩咐说，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可自由选择配偶，但只能在本支族内选择。每一个以色列人的产业必须留在本支族内。以色列各支族中任何继承产业的女子，
必须嫁给同支族的人，这样以色列的人的继承祖宗所传下来的产业就不至于从一支族转移到另外一支族去。每支族都应该保留本族的产业。于是西罗非哈的女儿玛拉、德萨、赫拉、密迦、挪阿遵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嫁给他们的堂兄弟。他们都在约瑟的儿子马拿西支族里找到配偶，他们的产业也就保留在他们父亲的支族里内。以上是上主在耶利哥对岸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规律和条文。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11节谈到了基督徒如何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与上帝有和睦的关系。其他的翻译也有提到用合宜的关系，这个在之前我们已经分享过的。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经文这样说道：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上帝特定的时机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罕见的，为好人死或许有人敢做，但是上帝对我们显示了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由于他的死，我们现在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他的死更要救我们脱离上帝的义愤。我们原是上帝的仇敌，但是借着他儿子的死，叫我们得以跟他和好。既然跟他和好，我们岂不更借着基督的生命而得拯救吗？不但如此，我们已经得以跟上帝和好，不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上帝为乐吗？因为我们与上帝有和睦的关系，我们就领受到了上帝无比的爱，也使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已经蒙恩得救了，如同亚伯拉罕，也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都是先领受了救恩，再与上帝立约。诗篇146篇，要赞美上主，我的灵啊，你们要颂赞上主。我有生之日要赞美他，我要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帝。不要依靠世上的首领，不要信赖必朽的人，他们救不了你，他们一死便归尘土，他们的策划当天变成泡影。那得到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那投靠上主他的上帝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他始终持守他的诺言，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使盲人能看见。他扶起被欺压的人，他爱惜正直的人，他保护寄居的外人，他扶助孤儿寡妇，他要挫败邪恶的人的诡计。上主要永远作王，锡安哪，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要赞美上主。
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救恩，也决定与上帝维持一个良好而和睦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要行走天路，就要跟上帝同行。接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上帝和睦的相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